不分区的那个委员会的话，我们大概预计什么时候成立？我等一下会征求常会同意。我们目前建议是在10月16号召开中执会那天来成立不分区提名委员会。那因为整个提出登记的时间在11月18号到22号，所以我们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处理这些不分区的人选跟排序。那现在目标是几席？我们会提出34席。但是会有信心是几席？因为34席是就是整个提满嘛。是有信心大概会过几席？我们如果要达到总统连任，国会过半，那就是要18席。大家也很关心，现在小党夹杀之下，我们要怎么样来争取我们的政党票呢？我一直希望跟任何理念相同的政党合作，所以我也倒不愿意看到有所谓夹杀，因为我希望能够采取一个更高度的合作，这样才是对于整个保台的大联盟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发展。那两个都确实达到让每一张政党票都能够发挥它实质的效果。我们选战剩下100天哦，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策略来让所有的票集中？策略有时候不能公开讲，但是我那天在这个全代会我已经讲了，我们现在在总统的大战区，我们要完成最后的部署，在75个立委的选区当中，我们要全面的进行总攻，同时我们要以通过的决议文为行动纲领，论述我们的执政方向跟执政的价值，那这一个才能够冲高我们的政党票。所以这3项是我们现在既定的方向。那100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会从这样一个大计划里面来着手，目前陆续在展开。中央会成立中央助选团，那我从下个礼拜开始，全国所有选区会轮回的巡跑一趟，那么再配合将来竞总的联合成立，这是一个陆续的阶段性的工作。那所以立委部分有要加强辅选嘛？就是我们这边除了跟总统联合造势之外，会不会特别的另外加强辅选？因为这次的大家觉得说，好像总统的选情比较相对稳定，但立委选情好像比较危险一点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全面的辅选，我们有所谓哪个地区的加强或是放掉，全面的辅选。当然到选战的后期，我们会针对那个比较热战区，我们做实力上的一个再加强，这是确定的。但一开始我们是全面的巡跑过一次。是。